上集讲到，盛荣不慎被感染者抓伤，决定潜入隔离所打探消息卖给记者，不料被锁在冻着重度感染者的车厢里。此时感染者竟都苏醒了过来。韩警官得到消息，带着以贤来到隔离所。此时警报声响起，士兵们也纷纷赶往现场。中尉发现车厢里传出铃声，吩咐士兵将车门打开。新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大喊不要开门。车门打开，感染者们蜂拥而出，士兵们用电棍才勉强将门关上。新春看着被门夹住的凳子，意识到盛荣也在其中，不顾中尉的阻拦，冲进车厢，执意要将盛荣带出来。新春独自一人在感染者中找到了盛荣，但士兵们却将车门关闭。危急关头，以贤赶到将士兵们推开，冲进车厢救出了新春和盛荣，随后朝车厢内扔了一个闪光弹，这才成功将车门关闭。盛荣也被士兵们制服带走。以贤赶紧关心新春是否受伤。盛荣清醒后，新春检查他的伤势和状况。盛荣对新春充满愧疚，担心他也变成这样，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该怎么办？新春走出病房，直言对中尉感到很失望。中尉告知他，为了抵抗那些感染者，已经有5位同僚被感染了，他们还能怎么办呢？以贤质问韩警官，难道只能让他们在这里等死吗？如果他的家人也变成这样，也能毫不犹豫冲他们开枪吗？韩警官通过新冠事件明白了，活下去才更为重要。他也为了守护家人，在努力咬牙坚持着。新春走来质问韩警官，为何还不将此事公布于众，才能让更多人想想应对的办法，不然就将由他来公布。以贤和新春回到家，整理好准备和婆婆视频。婆婆直言，10年前在救护车上看到他们时，就觉得他们一定会在一起的，表示有话要单独跟新春说。此时楼上又传来撞击声，新春只好让以贤去楼上了解情况。律师也来到眼镜男家，询问他为何一直发出噪音。这时以贤也来到这里，眼镜男拉着长发女子一起出来，告诉他们自己妻子得了怪病，会一直乱砸东西。以贤询问女子的身份，眼镜男解释这是妻子美容院的市长，是担心妻子的状况才来帮助的。以贤看着女子慌张的样子，察觉到不对，眼镜男向他们道歉，就准备关门，却被以贤拦住。看着男子袖口的血迹，询问那个美容院叫什么名字。韩警官来到洗车场，当时被手铐捆着的贩卖者已经被感染了，发狂的疯狂撕咬着对方，但还有一个还未发作的人。韩警官果断开枪将感染者击毙，在后备箱里找到大量蓝色药丸。韩警官带着药物离开，士兵们也赶来处理现场。新闻播报：狂人病患者不断出现，人数急剧增长，但政府以病症还未确认为由，只能暂时谨慎处理。小女孩看着新闻，此时父母因为她生病的事情争吵不休，小女孩只好独自出去。她来到新春家中，新春热情地招呼她一起吃年糕。警署内，以贤拨通美容院的电话，得知蒲院长请了1周的假，长发女也已经请了1个月的假。新春在电梯口看到一个女子，将她当时踢毁门锁的监控画面贴在公寓墙上。女子是公寓推选出来的住户代表，劝说新春谨慎行事。新春反问消防通道封闭的话，万一着火应该怎么处理？公寓代表表示这是小区管理者应该负责的事。询问他是否认识601号的医生，他投诉最近正被一些突然冒出来的人折磨。新春对眼镜男到打一耙的行为气愤不已。新春回到家，楼上又传来撞击声。以贤来到美容院，看到长发女子抱着一大堆东西准备离开，走上前亮出自己的警官证，希望她能好好想清楚再回答那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此时新春来到601室，眼镜男打开门，新春看着他袖子上的血迹，意识到不对，直接冲进屋内。眼镜男告知新春，他的妻子已经被感染了，只想咬人。新春听到里面似乎没有动静，猜测他应该恢复了正常，鼓足勇气打开门，却被眼镜男一把推了进去。新春看到已经感染了的蒲院长，只好躲在浴室内，但他的眼神似乎对新春充满乞求。屋外，眼镜男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新春帮蒲院长打开了门，她径直走向她的丈夫。眼镜男见状疯狂逃跑。此时新春接到以贤的电话，提醒新春千万不要去楼上，但是新春已经上来了。眼镜男一路逃到楼下，蒲院长穷追不舍，小女孩被他吓得一动不动。新春通过血迹找到了她，用枕头将她的头盖住，让小女孩赶快逃跑。危急时刻，以贤赶到将蒲院长制服，随后找到眼镜男，一拳打在他的腹部。蒲院长和眼镜男一起被送往医院。以贤前来检查现场，发现他的家中四处都有血迹，高尔夫球杆上也有明显的血迹，并且在浴室内找到蓝色药丸。警方让小区的住户们都居家隔离，等待政府的指示。住户们纷纷赶往超市疯狂采购物资。韩警官召开记者会，公布狂人病确实存在，分析是一种变异病毒，感染者会疯狂想啃咬人类，发作之前会有极其严重的口渴症状。新春和以贤在家看着新闻，担忧什么时候才能有治疗技术来。以贤让新春不要再独自进入别人家里。新春意识到蒲院长只针对她的丈夫，而且眼镜男将她推进去也不是失误。以贤决定调查此事。
新春和以贤准备出门散步，遇到公寓代表，他希望他们能将今日发生的事情保密，毕竟不好的消息会对房价有所影响，这也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。夜不能寐的以贤出门时遇到了眼镜男，他因为检查结果并没有异常，就被释放回来居家隔离。以贤警告他马上就会去监狱隔离的。以贤找到韩警官，将在感染者家中找到的药物交给他，并提出想要见一见蒲院长。中尉告知以贤，他当时身受重伤，是在死亡之前发作，因为病毒才活了下来，恢复正常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死去。以贤意识到他应该是很委屈，想说出要杀害自己的凶手是谁。以贤告知蒲院长，他一定会抓到把他变成这样的人。眼镜男回到家中，不断清洗着墙上的血迹。韩警官来到关押感染者的冷冻货车柜，贩卖者还有1人没有被感染，也被关押在这里。韩警官告知他，公寓里的女人发病了，在他家中发现了蓝色药丸，询问是否是他将药物卖给他的。男子看着自己手腕的伤口已经恶化，哀求韩警官只要能救治他，就愿意说出全部的真相。此时以贤接到中尉的电话，得知蒲院长已经死亡。以贤来到眼镜男家中，告知他刚刚蒲院长已经身亡。眼镜男装出很伤心的样子，以贤并不想看他演戏，径直走进房间内查看，发现眼镜男已经连夜清洗了现场，询问他那个高尔夫球杆也擦了吗？蒲院长的头就是用它打碎的，眼镜男却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。以贤直言，当时蒲院长应该就快被他打死了，但是因为病情突然发作，才没有立即死亡，并且早就调查出他曾因非法手术导致执照吊销，法院还申请了破产。是否觉得妻子消失了，他就可以东山再起？眼镜男反问他有什么证据。以贤喊出证人长发女子，随后给眼镜男铐上了手铐。韩警官找到新春，告知他狂人病会在公寓中扩散。他审问了贩卖者，得知他在公寓的健身房卖出很多药物，健身教练将这说成是减肥药，还对集中精神有帮助。买家当中就有身亡的蒲院长，还有公寓当中很多的住户们，应该还有不少人了隐瞒发病事实，担心会在一个节点一次性爆发。新春让韩警官尽快开展调查，但是因为没有治疗办法，也没有疫苗，公寓住户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病，唯今只有一个办法。此时公寓都被士兵们封闭了起来，住户们都恐慌不已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士兵们建造围栏将小区封锁，并将出口都封闭了。韩警官告知新春，幸好健身房只有里面的居民能使用，公寓入住人数也不到1半，所以只能暂时将整个小区封锁起来。但是新春可以出去协助他调查此事。新春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错，当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就应该将他公之于众。韩警官告诉他，就算这样做，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。新春拨通以贤的电话，告知他自己被关在公寓内了，决心由他来守护公寓。此时以贤正押送着眼镜男走出电梯，正好遇到新春。新春冲上前抱住以贤，以贤安慰新春的时候，眼镜男趁机逃跑。以贤告知新春需要先抓住那人，而新春让他不必担心，现在谁也逃不出去了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公寓内潜伏的感染者众多，新春与以贤能否守护公寓？下集我们不见不散。